Hello，Hello，大家好。我係 Maggie，又或者你哋有啲朋友知道叫我係彩谷啦，叫咗好多年啦。咁今日咧，歡迎你哋嚟睇我呢個直播啦。都係有啲諗法想同大家分享下，或者可以第時大家俾啲意見啊，或者有一啲提議俾我咁樣收集下啲意見，咁就會講下嚟緊2026年我會有啲咩新嘅一個計劃咁樣咯。咁首先咧就嗯。我嚟嘅時候咧，就去準備咗一扎花。咁相信大家都知道，香港最近發生咗一個火災咧，都令到好多人受影響。咁我就特登去準備呢扎花咧，就希望攞嚟紀念一啲受到影響嘅居民啦。咁啊，希望逝者能夠安息。而生者咧都能夠喺時間裏面慢慢得到療愈，咁慢慢重拾翻生命嘅勇氣。咁同時咧，呢扎花亦都係紀念我一個老師，佢都係最近病逝啊，過咗身。咁我都係向佢致意嘅，因為佢對我嘅生命咧係有好大嘅影響。可能如果唔係佢嘅話，我都未必係今日咁嘅樣。所以咧，我都希望可以有一個少少嘅向佢致意啦。喺度我都想分享，呢個課題就係誒有陣時有啲嘢咧，其實佢可能唔喺我哋嘅視線範圍，睇唔到或者可能摸唔到，但係咧佢係咪真係唔存在咧？就未必咯，可能佢就係以另一種方式存在咯，就好似我咁樣，老師離開咗我，但係我今日嘅我能夠咁樣坐喺度，好可能就係因為佢對咗我一啲影響，而令到我組成咗我今日可以坐喺度講嘢嘅呢一個狀態咁樣。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少少嘅分享啦。好啦，咁或者講下我嚟緊2026年有啲咩新嘅計劃啊？咁首先咧，我就係諗住喺個互聯網度咧做一個網課嘅。咁點解我要做呢個網課咧？其實我希望能夠做少少對個世界做少少貢獻咧。講真，都好多年，係幾十年嘅事，係數以十年嘅事。咁但係咧，好長好長嘅一段時間咧，我都覺得自己未準備好，未裝備好，唔可以夠資格去做啲乜嘢咁樣。咁只不過喺自己嘅崗位度做少少嘢啦。咁但係咧，我發覺咧咁樣拖下一年，拖下一年咧，好似真係唔完全唔開始咧，其實係永遠都唔會開始嘅。所以咧，我係希望咧，我呢一個願望能夠喺2026年嗰度實現，就係咧可以支持一啲生命咧，可以得到更加幸福啦、快樂啦，亦都係可以減少一啲傷痛啦。呢個係我十幾歲到而家嘅價值嚟噶啦。講真，生存就係為咗咁樣噶啦。我認為誒，即係其實生活喺香港咧，就好多嘢我哋都好充足。好多嘢都已經試過。咁喺得到咁多充足嘅嘢，試過咁多嘅嘢之後，咁我可以點樣令到嗰個生命更加多，增加佢嘅價值，或者將個生命用到最多咁樣用出嚟咧？咁就係我覺得係為其他嘅生命去做一啲嘢咯。咁而我最初嘅初衷，直到而家咧，都係咁簡單嘅啫。
我唔係要做啲咩偉大嘅事業，我就係希望可以減少任何一個生命，甚至乎係動物都 OK 㗎，即係冇話限定係邊個，減少佢哋一滴嘅痛苦、一滴嘅眼淚咧，咁我呢條命就值得㗎啦，咁我就值得繼續生存落去㗎啦。所以我係一路長期都裝備緊去自己去做呢一樣嘢。咁慢慢慢慢中間有做啲冇做啲咁樣咧，咁嚟緊呢一年咧就希望可以做一個比較公開啲，能夠貢獻到俾多啲人嘅一個價值啦。咁就係我會開展一個網課嘅。咁呢個網課我就暫時咧係一個大綱咁樣諗咗出嚟，就未曾係完完全全咁樣每一個細節咧都諗好嘅。咁我希望都收集下大家嘅意見咧。如果你哋覺得喺呢一個課題上面係有啲乜嘢心得啊，或者覺得我可以點樣做、點樣改善啊，或者你哋想知道多啲乜嘢啊，咁你哋可以PM 話翻俾我聽咯。好啦，咁或者講下我自己啊。不過因為喺呢度Facebook 大家其實都認識我啦，咁我都唔需要太過沉氣啦。咁我就有一個最主要嘅資歷，我想同大家講嘅啫，就係咧我有5張催眠治療師嘅專業嘅執業嘅證書嘅。咁其實喺呢一段時間咧，我都講咗，我咁長嘅時間，我都係希望可以去裝備自己，去幫人減少一啲痛苦咧。我發覺我慢慢準備呢一次嘅 sharing 嘅時候咧，就原來我係有好多好多各式各樣嘅治療嘅證書嘅，係即係係好多嘅。咁但係其實嗰啲都係嗯。嗰啲都係我一啲工具咯，而我覺得最重要，我最認為覺得係最好用、最實用、最徹底做到嘢嘅一件工具咧，就係催眠呢一樣嘢啦。因為佢係可以將一個人嘅底層嘅一啲根深蒂固嘅嘢，或者一啲嘅程式、一啲 program 啊，係可以咧改寫啦。而唔係話淨係喺表面嗰度做咗某一啲行為嘅轉變就算，佢係可以好強大、好強力咁樣咧，係幫一個人咧係改變佢嘅意識，然之後咧再從而繼續改到佢嘅習慣，同埋咧改變佢嘅生活，再繼續改變佢嘅生命。咁所以呢個催眠治療呢件工具咧，我係最重視、最重視嘅。而或者講下我呢幾張證書啦。其實我第一張嘅催眠治療證書咧，喺13年前、13至14年前左右咧，我已經考咗噶啦。咁當時香港咧就唔係咁好似今日咁流行咁多身心靈嘅一啲治療方法啊咁樣。咁但係當時咧我已經知道催眠嘅能夠幫到人嗰個威力同埋強大，咁所以我就走咗去讀啦。咁而我當時嗰張證書咧係好嚴格、好嚴格咁考翻嚟。淨係去聽課程都差唔多有100個鐘，然之後咧仲有好多嘅實習啦，然之後咧就考試啦，考試咧有5張 paper 嘅，即係我唔知道如果你哋即係當中有人學過嘅話咧，就知道基本我諗而家冇咩法證嘅機構，佢哋要求有5個 paper 嘅考試咯。即係我哋有好多 multiple choice 啦，跟住又要啲短嘅答題啦，跟住又要考呢個實習試啦。咁我都好勤力去啦，即係佢嗰個 training 係好嚴謹嘅，我都好勤力去，但係我都要重考咗1次定2次先至可以 pass 咯。因為嗰個老師當時嗰位老師咧，佢係好嚴謹咧。因為催眠治療係一件好
powerful 嘅工具，佢由一個人嘅根本去改變佢，所以咧佢好擔心咧佢嘅學生咧出到去咧係亂用或者用得唔好咧，幫唔到人仲害咗人咁就慘。所以咧當時我考呢張13年前考呢張 cert 咧，係經過咗千辛萬苦，用咗年幾我先考到嘅。咁嗰張 cert 咧係當時嚟講已經係有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4個國家一啲催眠治療嘅機構都承認㗎。咁不過當時我就冇諗住做呢行，我亦都冇去申請啦。咁其實呢啲都唔緊要啦。咁但係嚟到今日咧，我諗住會再用呢件工具去協助更加多嘅人啦。咁所以咧，我會繼續去進修。於是我就繼續考多咗4至5張呢啲證書。咁就我都會精挑細選一啲好嘅機構去跟佢哋學啦。咁然之後咧，明年咧我就會可以做到呢個 NGH 法證講師嘅資格，可以攞到啦。因為我已經讀咗噶啦，不過個年期未夠咧，咁就所以我會等出年啦。所以出年之後咧，可能我可以會開班去教大家點樣做一個催眠治療師咁樣咯。咁就大概呢個係我覺得我最重要嘅一樣嘢啦，就係即係我自我介紹咧，我覺得最重要要俾你哋知道，我係會用呢一個工具用得比較多，比較純熟，同埋呢個工具嘅好處係好強大嘅。咁另外我學術背景啦，咁我就讀音樂嘅，香港中文大學音樂我就讀到 MPhil 出嚟嘅，咁所以未來嘅發展路向咧，我都有機會係向住音樂治療方面嗰度發展。咁當然應該佢就會係我一個嘅輔助嘅治療工具啦。咁就結合音樂，然之後去帶俾大家一個治療或者一個治癒嘅一啲力量啦。咁因為我之前讀音樂嘅時候，香港亦都係好似催眠一樣，未曾開始流行呢個音樂治療呢樣嘢嘅，所以想讀都冇得讀嘅。咁我相信將來可能會有多啲機會，咁我學習咗可以貢獻俾大家咁啦。咁咧嗱，講下我嚟緊將會做嗰個課程啦。咁我個課程嗰個標題咧就叫做積極面對長期病，開展平靜的力量。咁呢個標題我都每個字眼我都諗過嘅。咁即係我係希望咧可以令到一啲朋友佢哋有慢性病嘅咧。唔單止係可以接受到處理到呢一個病所帶嚟嘅一啲情緒上嘅挑戰，仲可以咧開展一個積極嘅態度，然之後咧更進一步咧就開展一個積極嘅人生，做一啲自己人生目標想做嘅嘢咁，咁就即係呢個係比較ambitious 嘅，即係希望可以唔單止處理到一個負面嘅情緒，仲可以向住一個積極嘅方向，唔好俾個病捆綁咗你嘅生命，唔好俾個病捆綁咗你嘅心靈，唔好俾個病令到你自己覺得生命有咩欠缺。其實個 form 係點，一個人嘅形體係點咧，都係得個形體嘅啫。但係即係佢能唔能夠即係 fully，即係好圓滿咁樣活出自己嗰個生命嗰個潛能，或者佢想做嘅嘢咧，其實咧係可以好多好多發揮嘅。咁但係咧就有好多朋友啲慢性病嘅朋友咧，其實佢哋喺個最初嘅階段咧已經卡住咗啦，即係話咧開始知道自己有病啦，跟住去醫個病、處理有個病嘅時候咧，都已經係棘住咗喺嗰個位，接受唔到。有啲人甚至乎係即係佢唔係一年半載間接受唔到，我知道係有啲會係10年都接受唔到，20年都接受唔到，甚至乎30年都接受唔到。咁佢嗰個人生咧就真係好好辛苦啊，因為嗰樣嘢係佢每日擘大眼都要面對嘅嘢，但係佢唔能夠接受咧。
咁變咗咧，其實佢嘅力量、佢嘅 energy 咧，全部都用晒嚟同嗰個病去到抗爭，去到 bargain，去到同個可能譬如上天咁樣喺度拗，誒點解係我啊咁樣，不停喺度諗呢啲問題。或者一啲憤怒、悲傷，完全走唔到出嚟，係可以持續幾十年。呢啲係其實係有咁嘅 case 啦，可能都唔少添。咁我就覺得係好可惜嘅，因為其實只要有一啲嘅技巧，或者有一啲嘅人去引導佢哋去接受呢一個病呢一個問題，咁就已經係可以過咗呢啲關，呢啲可能係最初嘅關嚟嘅咋。咁但係因為咧嗱呢啲嘢，生命教育或者情緒管理啲嘢咧，學校係唔教嘅，即係你唔遇到咧，你好彩。但係遇到咧，亦都唔知揾啲咩方法去幫自己行過呢啲關咁樣。咁我就希望可以能夠即係透過呢啲網上啲媒體啦，做一個橋梁啦。唔係冇呢啲方法，而係我哋唔識、唔知、唔清楚、接觸唔到，以為冇，唔去揾，唔去求答案，或者求極都求唔到，因為嗰個就係咁巧揾唔到嗰啲嘢。咁所以我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嘢咧，就係咧將呢一個一啲方法啦，或者一啲睇法啦，可以令到一個人轉變嘅一啲睇法咧，可以透過呢個網上嘅課程咧，可以帶出嚟。咁呢個課程咧就我會分咗8堂嘅，暫時係咁啦，或者將來可能會有一啲改變都未定。咁就主要咧係有4個核心嘅方向。咁第一個我覺得亦都係最重要嘅咧，就係接納。接納咧就係成件事嘅基礎嚟嘅，即係當有一個唔開心或者一個病啊，或者一個唔好嘅一個情景發生嘅時候咧，其實點樣先至可以令到自己過渡到去向住正面積極嘅方向行咧，就係第一件事最緊要係接納先。如果唔接納嘅話咧，你就會一直喺嗰個地方嗰度 struggle，完全行唔到落去下一步噶啦。所以咧，一個核心咧就係第一個最重要嘅就係接納。咁我會用一啲方法，同埋用一啲嘅講解啦，咁就引導啲朋友點樣可以做到呢一步嘅。然之後咧，跟住就係實用為導向啦。啊，當真係可以接納到自己有病呢一個咁嘅情景之後咧，咁有啲咩工具可以幫到自己去管理咧？嗱，因為你接納就接納到啦，但係咧情緒呢樣嘢咧，唔係話你接納咗佢就唔發生噶嘛。有陣時情緒佢係真係喺你嘅身體入邊某一個地方發出嚟嘅。哦，我接納啦，我唔再去討價還價，話我可唔可以冇呢個問題啊？我唔講啦。但係咧，到某啲情況，真係病咧痛嘅時候啊，或者睇嘢好蒙啊，任何一啲身體不適嘅時候咧，你心裏邊自自然然就會有一啲，譬如可能心酸啊、心痛啊，一啲好唔開心嘅感覺咧，喺個身體裏邊走出嚟。嗰啲咧就係一個情緒喺你身體裏邊發生嘅作用嚟嘅。咁嗰個唔係話你一朝一夕講哦，我接納咗啦，我唔再拗啦。咁之後咧，佢就會突然間消失，因為佢已經有一個慣性咧，喺你嗰個腦裏邊有一條腦神經嘅路線咧，習慣咗。咁你要改寫嗰條路線咧，你都要有一啲時間同埋方法。咁我就會咧喺個課程裏邊提供一啲實用嘅一啲小工具啦。咁等你可以慢慢去到做呢個轉化啦，咁做下咧就會越嚟越好噶啦，咁就唔會話一朝一夕嘅，但係起碼你都掌握咗件工具先啦，所以呢個實用咧都係一個重要嘅一個核心嚟嘅喺我個課程入邊，咁然之後咧。
第三個大方向咧就係賦能啦。咁當你能夠接納到你嘅疾病，然之後你又能夠有工具去處理你嘅情緒嘅時候咧，咁你就開始掌握咗某啲嘅力量嘅喎。咁嗰啲力量咧就係之前你可能咧用咗嚟拗頸嘅，又話用咗嚟悲傷嘅，用咗喺啲負面唔開心嘅情緒入邊，或者憤怒。哦，或者有啲抑鬱啊，甚至有啲內疚啊嗰啲情緒入邊，咁嗰啲能量去咗邊咧？咁佢其實能量佢會繼續喺度噶嘛，咁咧你就可以喺呢個時候慢慢咧就賦能俾你自己，向住將來一個好啲嘅一啲目標啊、生活啊，或者一個積極嘅態度咧去進發，令到你咧喺一個無助或者一個好失落、失望嘅狀態之下咧，攞翻自己嗰個能力，向住將來一個好嘅方向去繼續行。咁所以咧，呢個係將會令到你自己咧能夠得到一個更加大嘅能力。咁我亦都會引導你慢慢去做到呢一步嘅。賦能係一樣好重要、好重要嘅嘢。希望你哋都能夠有自信，相信你哋自己係可以做到。你哋本身係有咁嘅能力，只不過係暫時嗰啲能力係某一啲情況之下就擺咗去第二度嘅啫。當你哋掌握到你哋自己有嘅能力，有呢個信心嘅時候咧，好多好多嘢我可以應承你哋，你哋真係好多好多嘢咧，你哋都可以達到㗎。所以咧就呢個係重要嘅一點，記住自己真係有咁嘅能力，唔好失去自信。病唔係啲咩嚟嘅啫，講真，佢係令到你好痛苦，好痛苦。但係誒，我想講一個重要嘅嘢就係，佢令到你咁痛苦，咁痛苦，但係佢同時亦都可以令到你好強大，好強大。冇咁嘅苦難嘅人，未必可以有咁強大嘅。呢個希望你哋記住先啦，咁或者將來有機會聽我講嗰啲分享嘅時候，就可以知道多啲啦。OK，咁然之後咧就會有一個支持嘅網絡啦，就係咧當你哋掌握咗以上一個接納啦、實用啦，同埋咧掌握咗自己嘅能力之後咧，你哋可以慢慢咧去建立起自己嗰個支持嘅網絡。揾啲朋友啦，或者揾一啲輔導員啦，或者甚至乎社工嚇，或者心理學家都得。總之咧就係或者一啲同樣同你哋有同樣情況嘅朋友咧，咁就大家去建立一個圈子，可以互相支援嘅。咁喺入邊咧，我都會話俾教大家聽咧，可以點樣去揾一啲合適嘅朋友去支持你哋。嗱，因為咧唔係人人都合適去做呢樣嘢嘅，希望你哋都會了解。嗯，即係有長期病、有慢性病咧，佢睇個世界同冇嗰啲人咧係可以好唔同嘅。咁所以咧，冇呢個病嘅人咧，佢哋嘅感覺啦，佢哋睇到嘅嘢啦，全部都同你好唔同。變咗有陣時你同佢哋可能向佢哋傾訴啊、分享啊或者求助嘅時候咧，佢哋未必真係會識得點樣處理你嗰個情況，或者去恰當咁回應你嗰個情緒。咁所以咧就兩方面咯，我覺得第一咧，你就要有心理準備，嗰班人佢哋冇事嘅，就未必會理解你。咁你都要諒解，因為佢睇個世界同你唔同噶嘛，係咪？咁然之後咧，另一方面咧，你就要識得選擇一啲咧，真係有咁樣嘅能力去到理解你嘅朋友，去支持你。如果你真係覺得嗰啲人支持唔到你嘅，咁唔需要執着咯，因為佢哋嘅世界觀就係睇唔到嗰啲嘢。我舉個例啊，其實好多人都會話，對住一啲病人講話啊，你只不過係肚痛啫嘛，譬如長期嗰啲胃痛咁樣，咁好慘啦。咁但係咧，啲身邊啲人咧唔知情況嘅咧就，你胃痛，你長期胃痛啫嘛，你都未至於慘到好似埃塞俄比亞嗰啲饑民嗰啲小朋友咁可憐啦咁。咁即係呢啲係經常會喺呢啲情況之下
發生嘅。咁大家聽到又好似都唔知點駁佢咁，咁我又真係好似冇咁慘喎咁。咁但係你又真係喺個好慘嘅情況入面啊嘛，係咪？即係唔會因為埃塞俄比亞嘅小朋友慘過你，你就個胃唔痛噶嘛，係咪？所以咧，即係有陣時用呢啲嘅比較，好似鬥慘呢啲比較咧，可能仲會令到大家咧個心裏邊仲更加受傷咁樣。咁希望大家打好個底啦。你哋預咗會有啲人係唔明白噶啦，咁唔緊要，打好咗個底，唔會因為咁而傷心嘅嚇。你去揾一啲更加適合嘅人傾訴就得噶啦。OK，咁咧就所以咧呢個目標學員咧就係一啲有慢性病嘅朋友啦，係最主要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個照顧者同埋關心慢性病者嘅一啲朋友咧，我都係希望咧你哋可以留心下，有需要嘅話咧都可以睇下呢個課程嘅。因為咧，就係好似我頭先講啦。即係慢性病朋友，佢哋身邊嘅親朋戚友咧，好多時咧都唔理解佢哋，因為睇到嘅世界唔一樣啦，感受唔一樣啦，思想唔一樣啦，咁變咗咧，都唔知道點處理好。有陣時唔係話特登要唔理解，而係根本就無從入手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你哋可以睇到呢個課程嘅話咧，就會更加了解多啲關於慢性病患者佢哋嗰個真實嘅世界、真實嘅心態係點，然之後咧就更加知道應該係可以點樣去到同佢哋相處。如果你想支持佢嘅話，係點樣做係恰當嘅。所以咧呢個課程亦都係可以適合你哋用嘅。咁咧我就整咗啲即係暫定咧就係有8課嘅。咁或者將來我會再慢慢修改下，咁樣會有增減咁樣啦。咁大概咧就係咁。咁第一課咧就係首先認識呢個慢性病入邊嘅情緒風暴啦。因為咧有病咧就唔係淨係得病咁簡單嘅，有病咧係可以令到一個人個情緒、心理受到好大嘅影響嘅。咁有啲人咧知道，有啲人唔知道，即係有啲人唔自覺受嗰啲情緒影響咧，就甚至乎會影響好多生活啦。咁然之後咧，仲會係仲會係咧將自己嘅生命咧，即係帶向一個非常之負面嘅狀態啊。咁所以咧，其實第一步最重要咧，就係要自覺咗有呢個情緒風暴先。咁我係會喺當中咧，一步一步教你哋係點樣去覺察到自己嘅真實嘅情緒嘅。咁然之後咧，第二步咧就希望能夠引導到大家去點樣去接納同埋擁抱呢一個入邊嘅情緒啦。咁你知道咗佢有佢存在咧，仲未夠嘅，就係咧你要開始去接觸佢，唔使驚咯，因為其實佢係唔係都喺度噶啦，你係主動去接觸佢，係幫助你自己去慢慢適應呢一個情況。然之後再向前走一步再一步嘅啫，咁所以咧就呢個第二步咧，我係會引導大家慢慢去擁抱啦，接納你哋自己嗰個真實嘅情緒嘅。咁然之後第三步咧就係釋放負能量啦。咁呢一個當你哋接觸到自己嘅情緒，接納咗之後咧，咁有啲嘢咧真係要放出嚟嘅，因為佢其實擺喺入邊。完全唔處理咧，係冇可能係佢會自己會走嘅。佢其實會一路喺你入邊咧。當你做嘢嘅時候，佢會拉你後腿。當你想自己去成功，想自己平靜嘅時候咧，佢喺入邊咧。當你未處理、未釋放嘅時候咧，佢一定會拉你後腿嘅。所以咧，第三步咧就我會帶你哋咧，慢慢去將自己嗰個負能量咧去釋放出嚟。咁會用一啲咩方法啊？譬如有啲朋友中意寫嘢嘅，佢哋可以寫嘢啦。有啲咧就中意畫嘢嘅，或者音樂啊、舞蹈啊。其實呢啲咧全部都係可以得到一個即係將一啲自己唔自覺嘅情緒咧，可以好正面咁釋放出嚟嘅。
咁之後第四步咧，都係釋放負能量，而呢一次嘅釋放負能量咧，其實就係唔係好似頭先咁放出嚟，而係咧你知道慢慢察覺到咧，原來有一啲思維咧係自己諗出嚟嘅啫，嗰個負能量係自己諗出嚟，嗰個唔開心係自己諗出嚟，嗰一啲恐慌都係自己將啲問題咧放到好大諗出嚟嘅啫，不一定係現實嚟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哋係可以透過慢慢嘅覺察，一步一步咧，去將呢一個咁嘅負面嘅思維咧，慢慢扭轉改翻嘅。咁呢度我都係會教大家一步一步咁去做到，咁就慢慢咧將自己個思維諗錯咗嘅、諗歪咗嗰啲就改正翻，然之後咧慢慢你嘅情緒咧就因為你嘅思維啱咗啦。而你嘅情緒咧，亦都會平靜翻，然之後亦都會帶動你嘅外在嘅行為啊，同埋生活各方面咧，啲習慣啊，都會有一個好轉嘅。咁第五課咧就係咧尋找你內在嘅平靜啦。咁呢個咧都係一啲平靜嘅方法。咁咧，當你遇到真係有壓力啊、有辛苦啊、唔開心啊，甚至乎有陣時疼痛啊各方面嘅時候，你係點樣？即係即使你啲負能量釋放咗啦，佢有陣時咧都有啲嘢會飆出嚟煩住你嘅。咁你點處理咧？我會俾啲工具俾你哋去處理呢一啲嘅情緒，係唔單止放鬆你哋嘅心裏邊嘅情緒，亦都可以咧透過你哋嘅身體放鬆咧去做到呢樣嘢嘅。咁然之後咧，就開始培育積極嘅力量啦。當你哋已經能夠得到一個接納自己、愛護自己，亦都知道自己有呢個能力，亦都識得喺一個唔好嘅情況裏邊幫自己平靜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掌握到你自己嘅力量咧，向住將來正面嘅方向去行啦。咁所以咧，第六個方向咧，就會你哋會去慢慢睇到呢個世界嘅好嘅一面、靚嘅一面啦。唔一定好大件事㗎，好少嘢㗎咋。所以咧，你哋係唔需要將件事諗到好複雜嘅嚇。有陣時只不過係一個好少、好少、好微小嘅事物咧，你哋已經可以攞到一啲力量㗎啦。咁但係呢個都係要培養你哋嗰個自覺性嘅，所以慢慢一步一步咁去做啦。咁然之後咧，第七個方向咧就會同你哋一齊咧去揾一啲聯結嘅力量啦，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啦，你點可以揾到一啲能夠支撐到、支持到你繼續，即使身體有辛苦、唔舒服、不適，但係都可以繼續向前行嘅一啲團體啊，或者一啲朋友咧，咁喺呢個第七個方向方面咧，我會慢慢帶你哋去恰當咁完成呢件事嘅。咁好啦，到第八個方向咧，就係咧，你哋會自己定下自己嘅一啲短期或者長期嘅目標，或者甚至乎可能3日嘅目標都 OK 嘅。咁然之後咧，就可以繼續向前行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嘅課程嘅大綱啦，就。未定嘅，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嘅話咧，可以隨時 PM 我啦。咁咧我就有個 Facebook page 同埋一個 Instagram，咁就大家可以掃碼入去睇下。咁其實係做得好用心嘅呢個，我相信真係有呢個困擾嘅人一定會幫到你哋。咁希望你哋可以 share 俾你哋身邊一啲有呢方面需要嘅朋友知道啦。好啦，咁就今日嘅分享到呢度啦。咁多謝大家耐心聽我講啦。咁如果你哋有任何意見或者疑問或者表達對課程嘅期望咧，咁你哋可以隨時 PM 我嘅。咁就祝各位有健康、快樂、美麗、幸福嘅人生。咁啊，多謝各位，拜拜。